Verizon Wireless 同 Skype 宣布為 Verizon 嘅 3G 智能手機推出 Skype 嘅手機版，用戶可以利用呢一個服務打免費或者係價格低廉嘅長途電話。為智能手機提供增值服務已經成為不同電話公司開拓市場嘅策略。梁國書報導。Skype 係透過互聯網進行嘅語音通訊軟件，擁有幾百萬個用戶。用戶之間利用呢個軟件可以撥打免費嘅視頻同埋電話，但係雙方都必須喺度使用電腦。Skype 為 Verizon 用戶而設嘅手機版今日正式推出，下載同埋安裝咗呢個軟件之後 ，Skype 嘅用戶唔再受到電腦嘅限制。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，大家亦都冇咗呢個時差嘅問題，因為好多時候大家都就唔到同一個時間一齊上網嘅。咁如果有個 Skype Mobile 嘅話咧，咁我哋就可以喺個手提電話度直接咁聯絡到遠方嘅朋友。如果通話雙方都係 Skype 嘅用戶，長途電話係免費。如果接聽嘅一方唔係 Skype 嘅用戶，只要購買 Skype 嘅通話時間，就可以打俾對方嘅固定電話或者係手機。以香港為例，無限制嘅通話時間每月價格係5個9毫半。Verizon Wireless 多款 3G 智能手機都可以使用 Skype 嘅軟件。鄭石清話：為智能手機增值，為用戶帶嚟愉快嘅使用經驗，增加用戶嘅忠誠度，係智能手機市場競爭嘅重要策略。所以 Skype 不被視作傳統嘅電話服務嘅競爭者。iPhone 嘅一個大賣點係應用軟件眾多，手機增值潛力好大。蘋果電腦嘅網上應用軟件商店開咗9個月，已經有接近10億個交易下載。iPhone 軟件裏邊亦都有唔少係網上長途電話嘅。唔同嘅係 Skype 嘅 Verizon 手機版係使用手機嘅 3G 上網服務，而唔係好似其他軟件使用 WiFi 上網，所以可以省卻尋找 WiFi hotspot 嘅麻煩。26台記者梁國書報導。